來看桃園龍德宮四媽祖羅南進香，4月初4暗時出發，今仔日要自駕鹿港的天後宮。路邊的信眾徛幾排，等要迎接媽祖的鑾轎。桃園龍德宮四媽祖為新曆4月初4到11，展開9天8暝徒步繞境活動，拜詣媽祖鑾轎到鹿港，自駕鹿港天後宮。現場齊齊隨香的信徒陣頭，也閣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民眾專工來體驗媽祖文化，現場熱烈叱咤。你是哪裡人？馬來西亞。我其實來的時候就是這樣想的，我就跟他說：“我是不是可以到處看美景啊，然後體驗這邊的人情，感覺滿滿的愛心善意，心情歡喜。行落來，我腳嘛敢若愈行會愈輕，愈行會愈輕安尼。桃園龍德宮四媽祖連續9年徒步繞境到鹿港天後宮，今年繞境路線頭擺爬羅南去到高雄。廟方表示，雖望今年出發的時陣拄到鋒面落大雨，但是信眾攏真歡喜心對媽祖的行。今年有一個創舉，我們繼續會走到我們的高雄。每一年我們的到來都是非常非常的一個熱忱的一個對待。一路上風雨真的蠻大的。那我看到我們每個信眾精神飽滿的，表示我是媽祖都要庇佑大家。人講3月迎媽祖，刷落來白沙屯媽祖進香加大甲媽繞境進香，分別佇新曆4月12、4月17起駕。死到台灣的媽祖信仰活動嘛，要一場接一場熱烈起來。記者楊淑成綜合報道。